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Form 1嘅郭依婷，我係 Form 2嘅鄭卓欣，我係 Form 2嘅鄭卓琳。我哋嘅作品名係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隨住全球海洋污染問題日益嚴重，主要歸因於油污問題，例如廢置食用油 WCO 都係無聲無息咁污染海洋。根據文獻，喺巴西估計每年約有10億公升 WCO 喺冇經過任何處理嘅情況下，被傾倒入下水道系統，造成環境破壞。乜嘢係廢置食用油？根據香港環保署嘅定義，未經試用但因為各種原因，例如品質變壞而需要棄置嘅食用油。現時生物燃料嘅製作方法主要利用植物油同埋甲醇進行支交換反應，並需要強鹼作為催化劑，令甲醇取代甘油，生成脂肪酸甲酯。而今次研究，我哋利用咗粟米油作模仿廢置食用油，係因為粟米油之中常見嘅脂肪酸同廢置食用油十分相似，橄欖油酸、棕櫚酸同埋亞油酸。另外，我哋會利用乙醇取代甲醇，並加入唔同直鏈、支鏈嘅澱粉作填充物，就會生成脂肪酸乙酯。就住實驗結果方面，我哋發現 WCO 溶液混合物喺鹼性環境下加入罂粟粉或者番薯粉，都能夠形成生物燃料蠟燭。我哋認為咁樣係因為呢兩種粉末都含有高比例嘅直鏈或者支鏈澱粉，相對較容易形成膠狀結構。就住佢哋嘅燃燒實驗結果，我哋認為佢哋嘅燃燒能力取決於呢啲因素：一、蠟燭中嘅油脂含量、直鏈與支鏈澱粉嘅比例；二、氧化反應嘅程度；三、材料結構嘅穩定性。因此，可以形成膠狀結構嘅生物燃料蠟燭可以進行燃燒一段時間。最尾，燃燒時間嘅長短，我哋認為取決於以下呢兩個因素。一係脂肪酸嘅結構，二係油脂當中嘅酸值。因為如果油脂當中嘅脂肪酸酸值過高，可能會影響支交換反應嘅效率，因而令生物燃料嘅產量下降，最終令燃燒時間縮短。結論：本次研究淨係喺研究利用 WCO 嚟製作生物燃料。經過實驗，我哋發現利用廢置食用粟米油製作嘅生物燃料，燃燒時可與現時嘅產品相若。燃燒時對環境嘅危害較少，生物燃料嘅製作成本較現時技術低。